拄则咱嘛听到气象局上新的说明，讲即届风台嘛有可能会变做西北台。那你讲西北台无人知，特别是离金马风台歹蹭蹭，行的路可能是西北台，安尼到时就惨歪歪。就算讲风台无定律，透风落雨，共款有可能引起海水倒灌。中央山脉嘛有可能会载袂牢，提醒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起啊，中起来，北台湾头一个受影响，造成真济灾情。民国73年的艾利风台，毋但造成24个人死亡，经济损失嘛超过4亿。民国86年的温尼风台，造成林肯大群岛起悲剧，全台湾有44个人死亡。偏偏是风台威胁煞较大，同款的所在就是因拢有带来西北风。伫台湾附近的利基马风台，气象局嘛认为有几率会变做西北风台。 本身环流所带进来的这个西北风到偏北风，还是一样会给这个北部地区带来比较明显的这个风雨的状况。那这一点的话，其实跟西北台的这个影响的情况是很类似的。若是真正变做西北风台为台湾的东北部来，风台的外围环流就会透西北风。 西北沿海空行的海水倒灌，预计离金马风台影响上大的时间会伫8号半暝啊到9号透早。不管是毋是西北风台，照即摆的路线行，就算无入来台湾，西南部的影响嘛同款会较大。那台风在这个地方转向的话，南边这个地方其实它有比较强的这些西南风的水汽就会有机会顺着台风的转向，它的这个带动，所以就往台湾的这个陆地移动进来。 为路线来看，若是高气压无落来，风台就袂入来台湾，互西南风灌入来带来雨水。若是高气压较强，互风台入来台湾，本来西南风会到的所在，互高气压占去，安尼威力就会较细。风台行的路线变数真多，影响会有偌大嘛？爱阁继续观察。记者综合报道。